阿佬嘅頻道啊，呢度係咧 YM 工作室，我係 YM 阿佬啊。咁啊，今日咧要再同大家咧講下咧可伯判刑嘅事啊。今集咧就想講翻咧，原本咧我都有啲嘅評估錯誤嘅，咁錯都要認噶啦，係咪？咁咧就會講翻咧，首先交代翻咧可伯琴日就正式判刑啦。咁就當然啦，結果就未必係同大家想象中或者同我想象中一樣。我坦白講，我覺得呢個判刑嗰個2個月咧，係同我想象中係少咗嘅嚇。咁呢個我要公道啲講翻，我係覺得少咗嘅。咁另外咧，一陣咧都會分析翻後續咧。其實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件事就咁完咗，其實咧仲有後續咧大把嘢講嘅。即係如果啲網台咧想繼續咧分析咧，其實真係呢單嘢有排講嘅。好啦，咁啊入翻正題先啦。咁啊中意嘅話咧，記得幫手咧俾翻個 like 啦，即係唔使錢嘅，幫手咧訂閱撳翻個鐘仔啦。可以嘅話就加入會員就都當然更加歡迎啦嚇。咁首先嚟講咧，就原本咧就聽其他網台消息講咧，就係話咧可伯咧就7月21日咧，我即係琴日咧，我原本咧都估計佢唔會上到庭噶啦，因為佢身體抱恙嘛。咁嚟講咧，但係咧去到7月20號嘅下晝咧，就突然間咧就坊間就話咧個法庭日誌咧就改咗咧，原本就係一個判刑嚟噶嘛，咁就改咗做一個 mention 提訊咁樣。因為我都唔係好熟呢啲嘢，咁我就以為，咁啊提訊都可能得兩種情況嘅啫。一咧就係可能有啲改判啊各樣嘢，或者最多咧就喺個缺席時間判刑。但係咧我冇諗過判刑會係即時同埋判得咁少嘅嚇。咁好啦，咁啊啲嗰啲網台咧就去到現場啦，咁啊去到話咧10點幾嘅時候咧，就話11點半咧就阿陳官咧就會宣布喺可伯嘅缺席聆訊之下咧就判刑，咁都係好事嚟嘅，原本係咪先？咁但係咧唯獨咧就聽到咧話咧原來咧話陳官咧就睇到2份報告，包括其中一份咧就係醫療報告，令到佢咧就咧選擇咧即時要判刑咁啊！喂，咁我俾我感覺啦，係咪可伯得兩種情況嘅啫？第一就係咧，可伯個條命難聽啲講句，擺唔得長啦，可能有情況啦，甚至有關人台暗示咧佢係一個末期嘅一個患疾，咁所以嚟講咧就需要呢個判刑啦。第二種情況就係，我以為個官唔想再浪費時間喺佢身上，即係點解？你成日要開庭咧，當然啦，即係咁講個庭你可伯唔出現，個庭亦都要做嘢，要官要上庭或者啲書都要上庭。不過，如果大家有了解過法庭日誌咧，其實好多案件咧就積壓咗咧喺呢個法庭入邊嘅，因為咧法庭嘅官又有限啦，另外咧法庭都有限嘅，即係譬如呢個法庭唔用其他民事案件，譬如一啲追討啊其他嘢咧，其實好多人都要用個庭嘅，咁啊同埋咧懲教署又要成日看管佢，咁所以嚟講咧，可能唔想煩咧就早啲判。咁啊當時我諗法咧就係話早啲判啫，咁啊佢繼續去坐咯，繼續喺羈留病房，即係唔需要上法庭啫。咁但係咧最終咧大家都知道啦，判出嚟個結果咧就係話咧判佢2個月，咁啊因為佢已經係叫羈留咗咧2個月噶啦，咁啊所以咧基本上就即場叫做自由身啦，當然佢仲要住緊院啦，係咪？咁啊好啦，咁我一路咧都因為都係聽嗰啲個人台啊，嗰啲 source 都係個人台同埋記者哥哥嗰啲嘅啫，係咪？咁啊，我都冇乜其他資訊可以聽到，因為我又冇親自去聽審。但係嗱，當然有陣時網台講嘢可以參考啦，因為佢哋始終跟得貼啲。咁但係嚟講，當然我都係個網台啦。咁但係咧，我都睇翻坊間嘅幾個主流嘅報章。咁啊，當然啦。主流報章一定會有記者去嘅，係咪個個去晒？唔一定，但係咧有陣時會交流啲信息。但係咧我睇過佢哋交流信息咧，都有陣時咧會有唔同嘅。但係咧最終咧我睇過佢哋嘅信息好一致，而咧得出嚟結果咧，比我想象中咧唔開心。唔開心嘅意思係咩咧？即係你唔好話我黑心，即係可伯咧，我以為佢會病危，所以就判2個月。咁點解我咁講咧？喂，如果佢唔係病危得咁緊要，譬如
可能睇完個報告，呢個報告覺得佢仲有啲事，咁我覺得可以個官話判佢3個月、4個月，咁等佢自己喺羈留病房繼續住休養啦，係咪？只不過唔使上法庭。但係咧睇完呢個啲報章嘅講法咧，又好似唔係咁樣喎。原來咧可伯個病情又未必話差到咁樣喎。咁咧我就以呢個頭條咧去做一個參考俾大家睇啊。咁啊頭條係咁講嘅，陳官咧一開庭嘅時候咧就話咧，法庭咧喺琴日開審嘅時候咧就接獲咗2封信件，提及咧可伯因為病咧未能出席聆訊，咁大家都預咗佢出席唔到噶啦。原本咧就係法庭係7月21號，即係琴日咧就判刑嘅。陳官認為咧上次法庭押後至到琴日咧判刑已經係實屬有個樂觀嘅睇法，以為咧可伯會出院，但係事實就唔係咁。嗱，控方咧就當時咧喺琴日咧就建議咧押後較長嘅時間先嚟判刑嘅。陳官咧就直言何生一直咧還押緊，最好梗係可以身心健康咁出院，但係萬一有咩事發生咗咧，佢又認為咧對社會、對法庭、對被告咧有個明確嘅了斷咧係較佳，所以咧就決定喺可伯缺席聆訊之下咧，琴日就作出判刑。嗱，首先要睇到2樣嘢，我自己第一呢件事咧唔係當然梗係法官輕判佢啦，呢個梗係啦。但係咧問題咧，其實律政司個心上面咧唔係好想嘅喎，大家睇到呢個律政司 DOJ 咧，即係控方嗰邊咧，係想佢延後出嚟咧去開庭嘅喎，即係想等佢一個正常嘅判決嘅喎。我相信正常嚟講唔會 expect 呢個傷人17咧係2個月，呢個係一個好特事特辦嘅 case 嚟嘅。咁所以咧律政司咧，如果最正路咧都係想等佢咧喺身體許可情況咧親自上庭。咁因為如果親自上庭都停到好，咁陳官咧就會根據翻見到佢個情況 OK 咧，就會按照翻真實嘅情況，想判佢幾多就判佢幾多。而家咧係基於一個身體有事唔舒服嘅情況去判佢刑嘅 OK。咁所以咧陳官對可伯都話，如果佢身體健康出院梗係冇問題，所以而家係基於萬一佢 touch wood 有咩事發生咗先咁樣判刑。咁啊，所以嚟講咧，某程度都係因為除咗唔想嘥個資源俾佢之外咧，都係擔心咧到案咧變咗中途咧有咩 stop case，即係譬如喂佢都未判刑嘅，大家利是走咗啊、行咗啊，或者唔想嘥政府資源喺度咁拖住啊咁樣。呢個就係睇翻個段報章咧，就係個法官點解咁樣輕判佢嘅情況。咁啊，陳官亦都判刑嘅時候咧就咁講嘅。而家咧79歲嘅被告何圈咧喺內地出世，1963年嚟香港，前妻咧即係原配曾何太2016年離世，咁佢捱咗8年，其實嗰陣時2016都69啦，可伯嗰陣時咁不甘寂寞啦，於是咧喺2024年咧就同何馬即係喺呢個街市度認識咁結婚煲湯嘅婚姻陳官咧就睇咗何馬何太嘅醫療報告就話佢頭部同埋手部咧都有啲創傷，咁梗係有傷過嘅。咁但係咧陳官咧相信咧何太咧係冇永久性創傷，係可行嘅事情。咁即係呢啲報告就睇到佢冇乜一個後遺症OK。陳官又更加講啦，可伯當時就揸住一把折刀，咁刀鋒咧就唔係好長，但係都有4至5 cm， 即係折刀啦，即係嗰啲軍刀仔啦。喺住所步向電梯大堂嘅時候，從後襲擊何太，顯示咧可伯就唔係突然間咧就地取材攞折刀㗎，係有備而嚟㗎。及後咧二人咧就雙雙倒地。陳官直言案發時咧可以見可伯喺案發時嘅怒氣同埋唔理性實屬恩愛成恨，但係咧慶幸咧可伯就冇大力施襲，其實唔知有冇大力施襲，可能根本係何馬太大力去反制佢啫，我覺得。同埋咧就呢個真嘅，咁我又冇諗住用菜刀咧去襲擊，否則咧後果不堪設想。陳官另外話咧，可伯認罪係明智之舉控方咧證據確鑿呢個嘢咧可圈可點證據確鑿唔係話可伯有問題。接受定，我覺得咧到時個官都可能同你講，你件事都係證據確鑿噶你唔好咁開心住 OK。
可伯咧亦都當場被捕，難以狡辯啦。陳官認為咧呢個係典型嘅傷人案，但係可伯同何太咧喺2024年開始咧，因為電視嘅鎂光燈之下嘅曝光，成為城中茶餘飯後嘅花邊新聞。因為咧兩人嘅糾紛成為城中熱話，直到咧何太咧案發時要離開香港而釀成悲劇。何太受傷之後咧，更要面對咧檢控。可伯咧亦都身陷鈴鐺。因而咧，鋃鐺入獄。咁陳官亦都引述翻你有求情信唔知係阿千秋定邊個寫啦。可伯咧明白自己衝動行事同埋個人情緒管理不善，已深感後悔，會同社工合作接受輔導。係咯，有社工啊嘛，個社工去到邊咧？咁次次都係千三出嚟噶啦。我都想知。咁案發時因為日積月累嘅壓力爆發而作出咧衝動嘅行為襲擊何太，自己亦因此受傷，喺鬼門關度走咗一個圈。佢嘅骨折手指康復進度咧唔理想，亦都要面對傳媒同埋社會大眾嘅指責同埋指指點點，因而咧感到唔少壓力，承諾唔會再犯現已之錯。往後聽住往後只想咧平淡地生活下去，即係唔係病危啊？如果你病危又點往後可以平淡地生活落去啫？係咪先？陳官咧亦都引述咧心理報告指可伯係一個勤奮顧家嘅人。我唔知佢講幾時啦，可能講緊老婆仔嗰段啦。退休前咧，以前我兼任多份工作養活5個孩子，直到前妻咧即係原配去世嘅時候咧，感到咧無比嘅孤寂，失去前妻後難以適應生活。及後何太出現，令到咧佢感到無比嘅溫暖同埋愛意，但係咧遭孩子即係個5個仔女同埋社會嘅強烈反對，感到社會壓力同埋羞辱，聲譽受損，令可伯咧在情感上極度脆弱，促使咧可伯對何太嘅依賴。呢樣有一陣有補充，有嘢講我，繼續講埋先。及後咧，可伯咧懷疑何太出軌，感到被背叛同埋不安。何太咧更揚言要離開可伯嘅時候咧，可伯係難以接受。可伯咧係冇意圖咧傷害何太，只係單純咧想留低佢而唔想佢離開嘅啫，再犯暴力事件。心理報告亦都透露咧，可伯嘅社會孤立感咧同埋抑鬱嘅情緒深重，而家咧已經感到後悔，重犯機會咧係中到低案發時只係一時衝動，建議接受精神同埋心理專業嘅治療得到社會同埋家人嘅扶持同埋關懷咧，會加速咧佢康復。我諗要佢得到屋企人嘅治療就難啲噶啦。陳官明言因愛成恨嘅傷人案件咧，雖然可伯嘅年紀老邁，唔懂自制咧，相愛曾經愛戀過嘅妻子考慮咧何太就冇永久性傷害，可伯身體情況等咧，就判佢咧2個月監禁。陳官判刑後勸喻，呢個重點望被告咧能信守承諾，修心養性同埋身體健康，盡快獲釋之後重投社會嗰啲案情就簡單啲講，就當時佢哋25樓嘅大堂扭打啦咁嗰啲如果有跟開嘅人就知，我就唔再多講啦。咁我點睇咧？嗱，第一件事即係話咧，可伯個病情咧雖然係有啲反覆，可能有啲頑疾根據翻啲網台講，但係好明顯咧就未至於咧即時有好大嘅生命危險。斷估咧咩話過唔到個農曆7月嗰啲就胡說八道啦！如果聽翻個官咁講，即係如果官都係一個負責任嘅官啦，係咪先？如果睇嗰啲報告話佢嗰個情況非常之 critical 到咧，可能咧有機會係短期內咧唔得嘅話，點會話望佢日後重投翻社會？即係個官唔可以話判完佢可能半個月1個月之後，突然間佢就即係香咗咁樣，呢啲唔〜官一般嚟講咧，都唔會咁不負責任噶嘛。咁所以叫咗重投社會 ，basically 我嘅道理理解，起碼都俾佢出去行翻2-3個月甚至半年咁嘅時間先合理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咧，佢未即時咧收得當嘅。咁當然啦，你而家佢咁樣嘅身體狀況，會唔會突然間即係個人？嗱，我唔係話佢詐死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個人病即係壓力大，咁當然啦，就可能咧冇咁舒服嘅。咁而家有判刑啦，又知道咧，基本上可以即時即係做翻個自由身啦。有罪就有罪咗，案底就有案底噶啦。
咁嚟講咧，可能咧佢舒服啲，咁佢可能咧就會比之前好啲，可能出到院捱多幾個月啊，或者再長啲命。但係咧，大家要有個心理期望咧，我覺得佢就出唔到庭去指證啊河馬噶。第一，口齒唔伶俐啦，始終有病有痛。第二，佢會唔會真係咁誠心去出庭指證咧？同埋第三，河馬一定冇咁順攤咧。嗱，當然啦，你哋話喂，我都認同河馬冇得好似佢咁玩嘢玩到咁耐噶喎，係。咁但係嚟講咧，河馬一定都唔會咁順攤咧。即時話2月11號上庭，我覺得佢唔會即時上庭咯。咁啊，後續咧情況點樣睇咧？後續咧，我嘅睇法就係咁樣嘅。如果可伯真係出翻院，咁可能翻返去老人院住啦，我自己嘅判斷。之後河馬就2月11號咧就拖拖拉拉搞好長嘅時間先去開審。咁啊，如無意外咧，都應該就算佢想打都未必甩嘅嚇，依單案件。咁啊，有機會咧有個還押，最終有個判刑要坐監嘅情況。咁但係大家最關心啦，坐監就坐咗啦，即係到時啊，唔係而家啊，咁有機會坐咗啦。咁可能坐咗1年2年，唔知啦嚇。咁啊出翻嚟，我自己嘅個人判斷咧，河馬會翻上內地嘅。咁但係咧，呢條友咧到時都係40中到啫嘛，或者40尾冇得40尾啦，當下40中至40尾啦。咁嚟講咧，佢到時咧一定咧就係咧第一不甘情況呢個梗噶啦，第二咧就係咧河馬而家講緊，咁咧一定咧會繼續咧去炒咗呢件事啊！我識咗個老坑啊，入埋去啊，即係好似講到自己一個成功名人嗰啲咁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咧大肆宣揚之後咧，大家最想嗰樣嘢咧，即係潑冷水嗱。佢坐監好大機會有機會坐嘅阿河馬。第二咧就話收佢公屋呢樣嘢咧，根據我自己嘅經驗了解咧，好多時咧啲社工咧都會幫一啲咧釋囚人士或者叫更生人士啦，去申請一啲公屋嘅。所以嚟講咧，如果你話要收翻佢公屋咧，坦白講應該咧就難啲，甚至佢有機會咧去攞翻更加多一啲社會保障。點解？喂，我坐完監咯，冇嘢做咯，咁所以嚟講咧就更加咧會想攞多咗資源添。咁呢樣當然包括我在內都唔想啦，係咪？但係冇辦法，個社會就係要保障啲咁嘅人，係啦。呢個咧就係我嘅推測。咁啊，呢個劇本咧，即係對方咧，其實講到有啲人咧就話佢好可憐。你聽翻有啲網台咧，之前一路攻擊佢嘅，而家咧就突然間咧，琴日開始咧轉晒口風話佢好可憐。我心諗有咩可憐啫？個感情又係你哋俾佢，即係去宣揚即係點講？個感情係佢自己嘅，不過佢宣揚又係你哋啲網台。當然我都有份報導嚇，咁我都要承認部分責任。咁但係邊個推波助瀾，令到佢咁得寸進尺咧？就係有啲同佢擺拍嘅網台，同佢做 show，令到佢哋英雄主義化晒，搞到咧佢越講越失控，搞到而家最終咧收唔到科。依個頭你之前去打擊佢，轉個頭令到咁多人憎佢，轉個頭你話其實可伯都咁大年紀好可憐啊，都就嚟香啦，又話唔想佢咁快香。喂，你哋唔好咁矛盾啦。做又係你哋，拱佢上台又係你哋，而家搞到佢咁樣，俾人杯葛孤立，包括千三嘅門生都可能到時會離佢而去。啊！你哋啲網台真係即係叫點啊？揸乾揸淨條毛巾就抌佢。咁所以咧，山羊呢件事都係咁噶。如果山羊俾佢哋社會性咧，即係搞掂咗咧，到時都係好似而家可伯咁用完即棄嘅，真係。咁所以咧，大家咧，我唔係話叫你一定要聽我講乜，只不過咧，想大家咧作為一個咧現代嘅網友啊，一個精明嘅網友咧，你要睇翻清點解當時同一紮台同佢敵對到咁緊要，而家轉個頭又話直情為佢傷心，為佢成，又話要探下佢都老人家一場，會唔會好反智啊？大家自己思考下呢樣嘢，係啊。唯一一樣嘢就係之前就係利用佢，而家都係利用佢。之前就叫佢擺拍就成，而家用完即棄，就希望咧最後炒埋呢一水嘅流量。
當然啦，我而家咁樣拍都係有用緊佢哋流量，咁但係咧，我覺得講嘢要負責任啲，即係個立場要堅定啲，唔好之前有攻擊佢，而家又話阿伯點慘點慘，好似咧做咗佢個老，做咗阿伯做咗佢哋老豆咁樣，又話咧驚到時咧到時冇人執骨啊，會攞去嗰個叫咩沙嶺啊，佢話攞去集體燒，其實應該係沙嶺，即係好似之前個奶茶大王咧冇人去認屍咧，就會擺咗喺沙嶺個墳場咁樣。咁當然啦，呢樣嘢就好似好唔人道，但係喂，你鬧到啲仔女咁樣，其實真係冇辦法噶噃。係啊，即係我係佢啲仔女都會嬲喎，啱啱？好啦，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如果到時咧再有嘢諗到可怕嘅嘢咧，我再同大家分析過。呢度咧就係歪馬佬啊，咁啊記得咧幫手訂閱、分享，咁啊可以嘅話成為會員。咁啊，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